5月已经开始报税啊！即卖呢有一个查某法官呢是讲，伊家己甲30多万的人工生殖费用来做是扣除额，也毋过呢煞互国税局甲抬掉，原因就是这医疗诊所无伫个财政部所认定的即个范围以内，所以这官司拍6档要是败诉。妇女团体是批评讲，这行政院呢应该着爱重新来检讨这生育补助政策，也那卫福部是讲会当搁再讨论。 5月是报税时阵，也阁有一位女法官甲未申请手术37万块医疗费，用日记扣除额申报。原来以为使退税，却是互台北国税局改剔掉。女法官向税务机关申请复查，所有拢互退回，说讲来拍行政官司。对此有立委甲妇女团体认为讲，即阵囡仔生少已经真侪国安问题，政府鼓励生育，应该全面来检讨政策，互人工的生殖医疗会使得到减税的减免。 让这个自费的不孕症的这个女性或者是需求者，他们所花的费用，这笔费用是不低的人工生殖费用能够让他们有权利作为这个医疗费用的这个减免。既然长照可以的话，人工生殖技术的这个机构也没有什么道理不可以啊。这女法官是到台北市某诊所开30多万块，做人工生殖手术要来生囝。 报税时，甲这笔费用列入日记扣除额，却是互台北国税局甲提转来。主张所得税法规定，这诊所毋是财政部认定的会计记录完备正确的病院。官司拍6年败诉。女法官讲，患者根本无法度知影讲就诊的院所是毋是财政部认定的院所，根本是国家频段借口。所有的医疗费用，只要智慧能够减税，我们也都乐观其成啊。 卫福部个建议是讲，咱国伫110年7月起，扩大提供这个家后年龄无满45岁、未申请阿婆人工生殖的技术补助。这个女法官应该毋是扩大人工生殖的补助计划个案。那外界对着人工生殖医疗费用是毋是全部日记来扣税，应搁甲这个财税单位来讨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